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25，希伯来书12章1节安尼讲：既然有遮尼济的见证人，亲像云甲咱包围着，咱就排除一切的阻碍，甲一直在颠破咱的罪，坚忍跑走头前的路程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除去一切阻碍，甲颠破的罪，用坚忍来走头前的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学到你至圣的名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是信实无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用恩典扶持阮，你用真理引带阮，你用无尽的疼来疼阮。主啊，你竟然安尼来款待卑微的阮，阮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放下生命中一切的重担，求你帮助阮，将忧虑、惊吓、灰心、软弱，一切会来阻碍阮亲近你，一切会颠破阮的罪，拢伫你的面前来放你。主啊，求你找圣神光照阮，互阮悔改来归向你，用坚忍的心来跑走头前的路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